港鐵西鐵線電力系統故障，來往紅磡至荃灣西站一度維持有限度服務。而喺停電期間，有列車停喺隧道入面，冇辦法運行。大約900個乘客要由隧道步行返上月台。張傑威報導。西鐵線一架列車駛到近美孚站嘅時候，懷疑車廂或者電纜發生故障，部分路段停電。尾隨嘅列車都受到影響，埋唔到站，停咗喺隧道入面。大概900個乘客喺消防員嘅協助之下，摸黑沿路軌行咗100米上返月台。西鐵班次延誤5到15分鐘，喺荃灣西站嘅大堂電梯都係人潮。喺巴士站就逼滿咗等車嘅乘客。港鐵職員同埋警員協助疏導，有乘客一度鼓噪。打支咪，而家冇攞，打支咪你啊！繁忙時間遇着事故，唔少家長帶住學生改搭的士返學，的士站都排晒長龍。喺南昌站外邊，乘客如果要改搭接駁巴士，就要行一段路線。好混亂啊！點解呢？你應該有啲職員咧話俾人知點樣接駁巴士，佢又得一個喺出口就有職員，全部都冇，盲灑灑周圍揾。太遲公佈，我覺得，因為我係喺旺角東站上車，咁上咗車之後先至有廣播話西鐵嘅電力故障咯，咁所以其實都有少少無助咯。站外面嘅人龍一度有成過百人喺度等上車。港鐵安排嘅接駁巴士會喺南昌站去到荃灣西站，中途會停美孚站。港鐵話，朝早8點，西鐵電力系統發生故障，部分路段停電。咁嗰架事故嘅列車當然就停低啦。喺架事故嘅列車後邊呢，有一架車係準備進入美孚月台嘅。咁因為嗰一段路冇咗電，所以嗰架車雖然自己本身係正常，但係因為佢冇電呢，所以亦都停咗喺管道入邊。咁因為停咗大概係10分鐘左右，咁我哋係根據程序咧，我哋決定係請啲乘客係由沿住路軌旁咧係去月台，唔使佢哋咧喺車上邊要等。喺搶修之後，班次喺近10點恢復正常。港鐵就事件向乘客致歉。南方頻電視記者張傑偉報導。